召喚中意食意粉嘅朋友，依間餐廳嘅意粉一定要試下。意粉有廚師推介，亦可以自選配搭，重點係賣相靚，味道有驚喜。呢碟係橙醬蜆肉闊通粉，呢個自選配搭值得一試。手工闊通粉大條兼完美掛汁，橙醬微酸，上面鋪咗少少芝士碎。雖然蜆肉唔大隻，但成個意粉都勁好食。另外呢碟係忌廉明太子鮮蝦意粉，當日手工扁意粉賣晒，改咗普通直意粉。明太子醬比較濃味，味道偏鹹，蝦肉口感正常，整體好 creamy。甜品方面，我叫咗芒露雪芙，芒果好甜，成個糖水有食緊沙冰嘅感覺，加埋煙韌小丸子同滑溜冰粉，夏天食一流。芝圓麻香，黑芝麻味勁濃，油麻薯改咗配每日鮮製奶凍，估唔到都係咁夾，加 cream 味道好特別，我覺得熱食會更加好食。呢杯係 matcha dirty，漸層顏色打卡勁靚，抹茶同咖啡味完美平衡。呢杯係 homely lemonade，酸酸地好清爽。整體嚟講，意粉同糖水都極高質，呢個價錢食到手工意粉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有興趣食手工意粉嘅你，記住要嚟試下。